粉嶺昌盛去元朗朗屏，粉嶺昌盛去元朗朗屏。又報警，個客唔肯俾錢。係啊，84蚊都話要85折。包車價訂單金額116元，距離你2.3公里，全程8.8公里，從精善樓附近到 Yoho West。實時包車價訂單金額44元，距離你4.1公里，全程2.5公里，從定賢角到紅橋公交站。元朗屏匯街經上水去大埔。到你都輸緊㗎，係你唔使喺度拗其實。你而家仍然租用緊我架車，所以我仍然繼續跳標，放心。係可以錄影冇問題，歡迎錄影。我都錄緊你，唔使驚。包車價訂單金額116元，距離你2.3公里，全程8.8公里。放心，我會交俾警察嘅啫，我唔可以放你上網㗎，我放你上網犯法㗎，放心。碼表價單，我係嚟俾警察㗎。3公里，全程8.8公里，從精唔好客氣啦。我放你上網，我犯法，所以我一定唔會放你上網，唔使驚，我俾警察㗎咋。所以我啱問你係咪唔選擇唔落車，你話係。我而家同你講，因為個價錢唔啱，我不嬲搭開飛的就係80蚊，跟住然之後就85折，我個禮拜都係咁樣。咁我而家同你講飛的已經係90蚊㗎啦，唔緊要啦。講咗俾你聽。根據法例咧，乘客必須要按表收費。法例啦。係，我而家同緊你講法例，唔使驚，呢段片我會交俾警方，唔使驚啊。係你有咩想講都可以講嘅，警方到我會交條片俾佢，放心。唔緊要啊，我喺飛的嗰度 po 翻你，咁你第日冇再飛的啫嘛。我冇問題，隨便 po 啊，隨便 po，歡迎至上。84蚊都要85折，唉。喂，有冇人有飛的個乘客 Apps 啊？你幫我撳一撳啊！呢個君龍灣去蝶灣亭。唔該晒。所以話而家啲 Apps 養啲西客出嚟就咁簡單啦。按標收費好合理嘅嘢啊，都唔肯俾嘅，冇辦法。咁你點解要裝飛的嗰個台咧？我裝飛的個台，見你知order唔夠90，我先撳落去啫，我唔做85折嘅。係你可以投訴我啊，冇問題啊。
掃管笏提案啊！嚇？你講嘢咪好矛盾咯？你又裝飛的個 app， 跟住然之後你話唔夠90，跟住然之後唔夠90唔使折噶嘛，飛的寫到明噶嘛，呢樣嘢唔係我哋定噶嘛。唔緊要，你繼續拗冇問題，我而家揾緊人 cap 圖俾你啊！就算警方嚟到都係按標收費嘅咋，放心啦。係，不過你而家仍然租用緊我架車，我仍然繼續係起標嘅啫，放心。同你講清楚呢個條件噶啦，已經。你堅持唔攞車就繼續跳標，唔使驚。你跳標啫嘛，我不嬲到咗呢度係咁多錢就係咁多錢。唔緊要，等警方嚟啦，好冇？報咗警噶啦，你見我報咗警噶啦，係唔使拗啊，冇必要拗，同你拗都冇意思。實時碼表價單，距離你1.3公里，全程3.8公里。放心，我唔會放你上網噶。從小明伉儷樓到香港悅品度假酒店屯門。我純粹交俾警方噶咋。係，總之段片交俾警方，放心。喂，新哥係咪度？新哥係咪度？新哥，喂 ，cap 一 cap 飛的嗰個綠的嗰個90蚊俾我啊，唔該 ，cap 張圖俾我。個客而家唔肯俾錢啊，唔肯落車，報咗警。包車價訂單金額58元，距離你1.3公里，全程3.8公里，從國小明伉儷樓到香港悅品度假酒店屯門。喂，收到，唔該晒。張單係掃管笏提案去蝶灣亭，唔該晒。係啊，總之你 cap 到90蚊個俾我睇得㗎啦。係，我俾翻個客睇啫，個客堅持同我拗80。係啊。提案去蝶灣亭啊，唔該晒。實時碼表價單，距離你1.3公里，全程3.1公里，從國小明伉儷樓到香港悅品度假酒店屯門。係你喺乘客版落一落 order。實時係跟住包車價訂單金額51元，唔該晒。距離你1.3公里，全程3.1公里，從國小明伉儷樓到香港悅品度假酒店屯門。上次都係啊，阿 C A 哥哥你自己睇先啦。上次嗰個人都係咁樣啊，佢又係都係話90蚊先有折。我真係同佢哋講咗，我俾咗錢，跟住然之後問翻佢哋，佢哋真係話80蚊係先至係有折㗎。請問邊個講啊？咪91449009咯。叫91449009嗰個揾我。個電話 number， 佢係真係咁樣㗎。你明唔明啊？跟住佢喺度講佢。其實你明唔明咧？其實我哋的士咧唔一定要折俾你嘅，其實按標收費係好合理嘅嘢嚟嘅。我知道，咁但係我既然 call 咗飛的㗎嘛，你明唔明啊？咁你 call 飛的都好，飛的個寫明90㗎嘛，我俾你睇，我 cap 圖俾你睇啦。呢個飛的一年改咗啦，已經。小明伉儷樓到香港悅品度假酒店屯門。唔緊要啦，而家你繼續租用緊我架車，繼續跳標㗎，放心啦。警察嚟到都係整價收費嘅，所以你同我拗你都係輸緊，冇意思。已經唔係第一次發生㗎啦，呢樣嘢係啊，第5次㗎啦。飛的都有介入㗎，90就係90㗎啦。你為咗呢啲小事同我拗，你俾得仲多。我個禮拜都喺度搭緊。唔緊要啦，其他司機肯俾你，唔代表我肯俾你嘅。喂，你 call 飛呢個 app 咧，其實佢係咪有85折嘅啫？佢而家 call 咗而家報咗警嘅，因為我個手機跟完之後嚟攞唔到飛的㗎嘛，你都知㗎啦。
佢喺度講話要90蚊先有字，跟住然之後咧，佢而家一路喺度錄影緊我話，跟住然之後個標係咁喺度跳咯，佢話我唔肯俾錢咯。佢而家個標係咁喺度跳，佢點編單啊？佢冇停到標啊，佢特登唔停標啊。包車價訂單金額58元。你唔肯落車，你佔用緊我架車，仍然租用緊我架車，梗係可以又跳標啦。郭小明伉儷流到香港警方嚟到都一樣啫嘛。實時呢個係法例，呢個係法例規定。你冇成日喺度同我講。你而家係咪落車？你落車我停標。郭小明伉儷流到香港悅品度假酒店。係，請講啊。係冇錯冇錯，因為佢唔肯落車，咁我都同佢講咗，仍然佔用緊我架車，我即係係你講啊，你講啊，你講啊。哦，冇問題，絕對冇問題。係冇錯，因為佢唔肯落車啊，我問過佢噶啦，佢都唔肯落車，所以唯有報警嘅啫。咁佢叫我報嘅，我哋有晒錄影噶啦，放心。OK， 係請講。係，請講。報警嘅時間啊？交代翻俾你啊。報警時間係，你等等啦。報警時間2110啊。係，冇錯冇錯。OK， 咁你一停標就麻煩你編翻張單咯。我絕對冇問題啊，按標收費嘅都係。你編到單噶嘛？我編到，絕對編到，編唔到犯法噶嘛。實時包車價訂單金額51元，距離你1.3公里。唔緊要唔緊要，你哋可以向飛的投訴嘅，冇問題，絕對冇問題。度假酒店屯門，實時打表價單，距離你1.3公里，全程3.1公里，從郭小明伉儷流到香港悅品度假酒店屯門。1月改咗啦，小姐。啊，唔係吹水啦。你個 app 睇唔睇到噶？睇到，個個都 app 都睇到，唔係我吹水啦，俾埋你睇。你個 app 睇唔睇到係90蚊先至咩啊？因為我 app 睇唔到啊，先生。唔緊要唔緊要唔緊要，我話俾你聽，1月改咗噶啦，已經。嗱，我俾埋你睇啦。係，我冇講大話啦，已經。喂，唔該晒，新哥，唔該晒。實時包車價訂單金額51元，距離你1.3公里，全程3.1公里，從郭小明伉儷流到香港悅品度假酒店屯門。落單嗰陣時自己睇到㗎，撳綠的。我已經 show 咗俾個小姐睇㗎啦。係啊，我已經 show 咗俾小姐，小姐可以影一影幅相冇問題嘅。因為飛的1月3號已經改咗㗎啦。冇啊。我冇 show 啊，因為小姐我同佢講咗，但係我仍然冇。因為我問咗個乘客，咁佢話堅持要85折，唔肯落車，叫我報警，所以我報警。咁佢仍然佔用緊我架車，租用緊我架車。根據你報警，你話報警。唔緊要，有錄音㗎，有錄影㗎，我特登錄影咗，放心，冇問題嘅，冇問題，我錄影咗。實時打表價單，距離你都有車傾，放心，齊晒㗎啦，齊晒㗎啦。從郭小明伉儷流到香港悅品度假酒店屯門。係如果佢而家落車，我就會停標收錢，然之後印翻張單俾你㗎啦。唔緊要啊 ，OK， 咁樣等警察嚟啊，唔該你。睇唔睇到嘅啫，其實呢個 app。嘥時間。唔係你當你自己 call 車咁樣樣咧，撳到啊？佢1月頭已經改咗。點樣撳啊？其實係點撳啊？
你叫佢，你叫佢落單， 1.3公里，照常落單， 3.8公里，跟住之後咧，照常落單嗰度剔公司價，跟住佢下面就會顯示出嚟㗎啦。你當攞單跟住就剔翻公司價，公司價係咪750？係啊，剔走正價又揾到㗎啦。你撳唔撳到啊？咁得啦，好啦，冇嘢啦。咩啊？佢一路唔停標喎，我唔知佢啊。84蚊咯，因為佢話84蚊啊嘛，跟住我咪就話翻俾佢聽，應該84蚊，過咗80蚊就有85折啊嘛。平時都係咁上下80幾蚊，跟住然之後收70或者70幾蚊咁樣咯。個禮拜都唔會得噶啦。實時打表價單，距離你1.3公里，全程3.8公里，從郭小明伉儷樓到香港悅品度假酒店屯門。點樣啊，小姐落唔落車？等陣先，我講埋先。哦，我等你。你落車，我即刻撳停個錶噶啦，跟住會編張單俾你，可以去警察投訴科投訴。喂，咁而家點啊？而家停咗先。喂，你好，係啊，冇錯啊。佢喺度同人哋講個電話喎。係，我而家喺嶺南大學對面嗰個巴士站。唔係啊，嶺南大學蝶灣亭閘口，嶺南大學嗰度，嶺南大學對面巴士站。唔該你。實時打表價單，距離你1.3公里，全程3.8公里，從郭小明伉儷樓到香港悅品度假酒店屯門。你講啦。因為我問個小姐俾唔俾錢，個小姐話唔俾，咁我亦都有晒錄音錄影噶啦，咁我亦都會交翻俾警方。咁如果你對任何收費有投訴嘅話，可以去翻交通部投訴。咁我亦都會編埋張單俾你，你可以陣間同警方講，mark 低我電話 number、車牌、影埋我司機證。係啦，你可以影埋我司機證同埋所有嘢嘅，咁可以去交通部投訴。你擺到明錢嘅啫，其實講真嗰句。唔緊要，你可以去交通投訴嗰度投訴，運輸署投訴都得，冇問題嘅。我哋跟足合力，我哋跟足程序去做嘢嘅啫。警察到啦已經。警察到咪警察到咯，加上我又唔係殺人放火啊，先生。我唔緊要錄啦，我會交俾警方嘅，放心條片。小問題，警察到啦。好少問題實時打表價單，距離你1.3公里，全程3.8公里，從郭小明伉儷樓到香港悅品度假酒店。你可以過嚟揸的士嘅，冇問題嘅。我就唔會啦，呢咁嘅工作。我都知，你咁窮，幾廿蚊都要勾85折，冇辦法。喂，咁你明明嗰度之前個 app 係咁樣噶嘛？之前還之前，人哋1月改咗。然之後一路唔停個標，你擺到明喺度屈錢啦，啱先啊！我一陣再打俾你。落嚟啊，兩個落嚟啊！阿比特唔咁我停唔停標？你自己決定啊！呢個我一路都唔停啊個標。呢度我控制唔到噶。得我編翻張單俾你。你編咩翻張單俾我啫？明明係快速車啊嘛，你嗰度扮嘢啊！睇到。
實時打表價單，距離你1.3公里，全程3.8公里，從郭小明伉儷樓到香港悅品度假酒店屯門。實時打表價單，距離你3.4公里，全程14.2公里，從 Big City 東南門到麗豪航天城酒店。得冇問題啊！哎呀，真係好麻煩。實時炮車價訂單金額158元，距離你4.1公里，全程12.6公里，從上城青山公路洪水橋段5座西北側到深圳灣口岸，網約車上下車點。你稍等啊！我停到呢個機。